伫立委林俊宪甲议员蔡小伟牵线。去年关正绿色学堂每礼拜一间免费先来的玉行文教艺术协会，今年再度扩大，甲桥咀建筑开发公司共同关正樱花区甲偏远地区，总共141间国小的家手入户。伫个112学年，每礼拜一间免费的先来，互台南市经济绿色学堂会用得到上实质的营养补充。大家知道现在是暑假没有营养午餐，那很多这个比较困难的孩子，他因为没有营养午餐可以食用，虽然市政府有编列预算来帮忙这些孩子在购置便当，这个部分能够帮忙他们，但是我们也真的很希望说这样的帮忙能够有更多营养的补充，所以说谢谢玉衡文教，也谢谢侨聚建设能够。在这个时候适时发挥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牛奶我们都知道是最营养成分最好。那也谢谢各位校长一起努力来帮助弱势的同学，能够让他们有更多平等的机会，能够发展身心，能够接受教育。文董他过去白手起家，他也知道说这个艰苦家庭在照顾囡仔上的学生的这个营养上他是非常注重的。第二个当然也有宗教的信仰包含今仔是文衡圣地的一个圣诞嘛希望讲能跨这样子的一个大爱来回馈给社会。那第三个呢，包含就是在我们的文化艺术协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空间里面，不是只有这一间简报室而已，我们旁边还有艺文走廊那艺文走廊的部分，当然就是说文董他们在地方上的一些人脉他透过这样的关系，将大家投入在艺术里面的捐赠或者是购买的盈余来回馈捐到这个文衡的艺术协会里面来。那我们透过这个协会，再集结大家的爱心，再回馈到我们地方教育，给最基层的总共是144间的学校的小朋友来做这样子营养的捐赠，让每一个小朋友在每一个礼拜最起码都有牛奶可以喝啦。关正仪式伫个樱花路尾玉行艺术中心来举办，玉行文教艺术协会创办人文生庭执行长加沈子能理事长表示，玉行艺术中心唔定伫个艺文展览加活动的推动，更加是公益推广的平台。关正的活动将会持续推广落去。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而且不是只有帮助他们去来玩艺术以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平台来帮助更多的社会资源，让大家能够透过这个平台得到一些利益。这个是我当初的一个构想，所以说我就跟小叶议员谈了很多，然后慢慢就明了。我说去年我就跟小叶讲，我不是要做1年，我希望做到我不在，我的小孩子可以再延伸下去，让他是有知道说有一间育儿文教艺术协会，他是在做公益，他是真正可以让社会上很多艺术延伸出来的公益。关正仪式邀了市长黄伟哲代表，并且一一致敬关正单位的感谢状。感谢善心企业的关正，有了受证单位，包括教育局、甲各区学校校长代表，嘛拢亲自出席，表达感谢之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